鏡子法則、吸引力法則同假設法則喺生活入面嘅應用同改變。鍾意我哋呢個節目嘅話，就即刻訂閱同撳鐘仔啦！鏡子法則嘅基本概念係，我哋外在嘅世界其實係內心狀態嘅反映。意思就係，我哋眼中見到嘅環境或者遇到嘅人，其實都係我哋內在情緒、信念同能量嘅投射同倒影。吸引力法則嘅基本概念係，我哋嘅思想同情緒有能力吸引相似嘅事物嚟到我哋生活入面。簡單啲講，就係當我哋專注喺正面嘅念頭同感受上面，我哋就會吸引到更多正面嘅人事物嚟到身邊。假設法則嘅基本概念係，透過假設某種情景或者結果，我哋可以改變自己嘅思維方式同行為模式。呢個法則強調創意思維同積極嘅自我暗示，從而幫助我哋實現目標。鏡子法則點樣反映內心世界？可以由我哋對待他人嘅態度睇得出。當我哋內心充滿愛同理解，我哋就會喺其他人身上見到更多愛同理解。吸引力法則點樣影響現實？可以喺我哋日常嘅選擇同機會中體現出嚟。當我哋保持正面心態同行動力，就會發現身邊多咗好多機會同資源，從而改變自己嘅現實生活。假設法則可以幫人改變思維模式，因為佢鼓勵我哋喺解決問題嘅時候，預設唔同情景，從而激發創意思維。呢種方法可以打破固有嘅諗法，訓練我哋變得更靈活、更有彈性去解決問題。鏡子法則會反映內心世界，因為我哋嘅外在行為同反應，往往都係內心狀態嘅投射。透過觀察自己嘅言行舉止，我哋可以更加清楚咁了解自己內心深處嘅情緒同諗法。吸引力法則會影響現實，因為我哋嘅思想同情緒會吸引相應嘅能量同機會。保持正面心態，加上清晰嘅目標，可以幫助我哋實現夢想，創造理想生活。假設法則喺日常生活中應用得好廣，無論係解決日常小問題，定係規劃未來，呢種方法都可以提供全新角度同解決方案。佢令我哋可以更靈活咁應對變化同挑戰。鏡子法則同自我認知有好大關係，因為佢幫助我哋睇清自己真正嘅模樣。透過反思自己嘅行為同反應，我哋可以更深入咁了解自己，從而提升自我覺察嘅水平。吸引力法則同正面思維息息相關，密不可分。當我哋專注喺正面嘅思想同感受上，就會自然吸引更多相似嘅正能量嚟到我哋生活當中。呢種積極嘅循環唔單止可以提升情緒，仲有助改善整體生活質素。鏡子法則可以幫助我哋改善人際關係。透過觀察其他人嘅行為同反應，我哋可以睇到自己內心嘅投射。當我哋了解咗呢啲投射之後，就可以更加有意識咁去調整自己嘅行為，從而提升關係嘅質素。要運用吸引力法則去實現願望，我哋需要清晰咁設定目標，並且積極想像願望已經實現嘅情景。保持正面嘅情感同信念，再加上用行動去支持呢啲信念，最終就會自然吸引到相應嘅結果。喺應用假設法則嚟克服挑戰嘅時候，我哋要假設呢個挑戰已經解決咗，然後思考喺呢個情況下自己應該採取咩行動。呢種方式可以幫助我哋揾到創新嘅解決方案，打破原本僵硬嘅思維框框。鏡子法則同自我反省有密切關係。透過觀察外界嘅反應，我哋可以睇到自己內心真正嘅狀態。呢種自我反省有助我哋識別並改進自身嘅不足，從而推動個人成長。鏡子法則強調自我反省嘅重要性。透過觀察他人對自己嘅反應，我哋可以發現自己內在嘅狀態。呢種反思可以幫助我哋更清晰咁了解自己嘅優點同不足，從而推動個人成長。吸引力法則如果結合感恩練習，可以大大提升幸福感。當我哋真心感恩當下所擁有嘅一切，
正能量就會自然吸引更多美好嘅事物嚟到我哋生活之中，令心想事成變得更容易實現。假設法則如果配合假想練習使用，可以幫助我哋更好咁面對未來嘅不確定性。透過預先設想唔同情景，並探索可能嘅解決方法，我哋可以變得更加靈活，更容易應對各種挑戰同機會。鏡子法則喺情緒管理入面起住關鍵作用。透過觀察同反思自己嘅情緒反應，我哋可以更有效控制情緒起伏，保持內心平靜同穩定，從而提升心理健康。吸引力法則對職業發展有正面影響。當我哋專注於積極嘅職業目標同願景，就可以吸引更多有助於職業成功嘅機會同資源，幫助我哋實現職業上嘅理想同目標。假設法則喺學習上嘅應用，可以促使學生更積極去探索新知識。透過假設問題，學生可以培養批判性思維，進一步提升理解能力同創造力。呢種學習方式能夠促進更深層次嘅學習體驗。鏡子法則幫助個體建立內心和平。透過觀察周圍嘅反應，同時反思自己嘅情緒同行為，可以令一個人更加了解自己，從而達到內心嘅平靜同安寧。呢種方式係一種自我療癒嘅方法。吸引力法則可以幫助吸引正面能量。透過專注於正面思維同積極目標，人哋可以更加容易實現自己嘅願望。呢種方法可以提升生活質素，促進幸福感增長。假設法則可以大大提升創新能力。透過不斷提出新嘅假設，個人可以喺不斷嘗試同犯錯中揾到創新嘅解決方法。呢種思維方式鼓勵打破傳統，尋求更有效嘅方法。鏡子法則支持自我接納嘅過程。透過觀察自己喺他人眼中嘅形象，人哋可以更加了解同接納自己嘅優點同缺點。呢樣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健康嘅自我形象同自尊。假設法則其實真係幾得意，佢幫我哋改變原本固執嘅諗法方式。點解？因為佢鼓勵我哋喺解決問題嘅時候，唔好淨係用一種思路，而係去預設唔同情景、唔同可能性，咁就自然會激發到更多創意。呢種練習可以打破舊有框框，訓練自己諗嘢更靈活，應變力都會好咗，喺面對挑戰時更加得心應手。假設法則係鼓勵人哋用邏輯思維去作出假設，然後透過實踐去驗證嗰啲假設。呢種方法可以幫助提升分析能力同解決問題嘅技巧，令你喺多變嘅環境入面更加靈活應對。鏡子法則可以令我哋喺反思自己嘅時候，發現成長嘅機會。透過自我觀察同反省，我哋可以識別出自己嘅優點同不足，從而更加有效咁推動自我成長同實現個人目標。吸引力法則唔單止影響我哋嘅內心，仲可以提升我哋嘅人際吸引力。積極樂觀嘅態度可以吸引到志同道合嘅人，一齊建立更和諧嘅人際關係，實現共同成長同進步。假設法則喺未來規劃入面有住好重要嘅作用。透過預設唔同嘅未來情景，並且為每一種情況訂立對應策略，可以更好咁應對未知挑戰，實現目標，確保未來成功。鏡子法則、吸引力法則同假設法則喺自我成長方面嘅應用。鏡子法則嘅基本原理就係，其他人對我哋嘅反應，其實反映咗我哋內心嘅狀態。喺心理學入面，會強調自我認知同人際互動之間嘅關係。透過觀察其他人點樣反應，我哋可以更加了解自己。鏡子法則反映咗我哋內心嘅自我形象，因為我哋好多時會無意識咁喺其他人身上見到自己嘅特質。呢啲反應其實反映咗我哋點樣睇自己，同埋內心潛藏住嘅情緒。透過鏡子法則，我哋可以認清同改善自己嘅缺點，觀察人哋點樣對我哋反應，可以揾到自己需要改善嘅地方，咁就可以提升自己嘅情緒同埋行為模式。喺日常人際關係入面，
鏡子法則可以幫我哋建立更加健康嘅互動方式。我哋可以透過人哋對我哋嘅反應去調整自己嘅行為，咁就可以改善人際關係，同時提升自己嘅社交能力。運用鏡子法則可以提升我哋嘅自信心同自尊。當我哋開始了解同改善自己嘅自我形象之後，就會感受到更強大嘅內在力量，令我哋可以更加有信心去面對生活入面嘅各種挑戰。鏡子法則同投射理論有密切關係。投射理論講，人哋會將自己嘅情緒、性格特質或者問題投射到其他人身上，而鏡子法則就認為，外在世界其實係反映我哋內心真正嘅狀態同自我形象。吸引力法則嘅基本概念就係同類相吸，即係人會吸引自己所專注嘅思想同情感所對應嘅結果。呢個概念源自古代哲學，而家喺現代心理學入面都得到進一步探討同應用。吸引力法則點樣影響現實？就係因為我哋個人嘅思想同情緒嘅頻率，會同外面世界嘅能量頻率產生共鳴，咁樣就會自然吸引到同你頻率一致嘅人同事情走入你嘅生活入面。好啦，鏡子法則第一集嚟到呢度就完結啦。呢集節目由萬視 TV 製作，由主持人兼節目總監李嘉欣、OLSGN 整理資料。多謝大家收睇。